你係咪都係覺得啲筋唔夠柔軟，硬到想彎腰摸下腳尖都越嚟越難摸到？你有冇諗過筋就好似一條橡筋咁，長期唔用就會縮短，長期拉緊又會失去彈性？呢個情況就係中醫所講嘅筋縮。大家好，我係寶運中醫嘅賴醫師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中醫點樣睇筋嘅部分。點解會出現筋縮呢？中醫所講嘅筋唔單止係我哋平時講嘅筋腱，仲包括韌帶、筋膜，甚至肌肉嘅一部分。簡單嚟講，所有連接同包裹骨骼關節嘅軟組織都屬於筋嘅範疇。中醫經典《黃帝內經》入面就有講到肝主筋，意思即係全身嘅筋嘅健康都係由肝血去負責濡養，所以當肝血充足，筋就自然會柔韌有力，活動得靈活。如果肝血不足，筋就會失去滋養，就會變得僵硬脆弱，容易受傷啦。筋縮即係筋嘅柔韌度下降，變得縮短繃緊。點解會咁？主要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久坐不動。中醫話久坐傷肉，其實久坐同樣傷筋。長時間保持同一個姿勢，筋長期唔用會慢慢縮短，失去彈性。所以成日坐辦公室嘅人會覺得身體越嚟越硬。第二，過度勞損。如果日常過度運動，重複勞損會令筋好似一條橡筋，長期拉緊，慢慢失去回彈力，變得纖維化，形成筋結。呢個就係點解運動員成日拉傷嘅原因。第三，寒濕侵襲。中醫講寒主收引，寒冷會令筋脈收縮，成日掂凍水，冷氣直吹，唔注意保暖，寒濕之氣就會令筋變得僵硬，活動唔順暢。中醫處理筋縮最重要嘅原則係溫通為先，因為寒則靈，溫則通。筋之所以會縮會硬，好多時候係因為寒濕之氣阻滯經絡，令氣血運行唔暢。所以要鬆筋，首先要驅寒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用熱水浸腳，水位最好浸到小腿，每晚15分鐘，可以驅散下肢寒氣。肩頸僵硬嘅話，可以用熱毛巾敷後頸，或者沖涼嗰陣用熱水沖一沖頸背位置，亦可以喺陽陵泉穴上艾灸。呢個穴位喺中醫稱之為筋會，專門治療各種筋嘅問題。筋柔則骨靜，骨靜則氣血通。如果你覺得身體越嚟越硬，或者成日拉傷，歡迎嚟寶運中醫幫你做個初步評估，真正從根源改善筋嘅健康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